當伊蘭馬斯克喺台上吹噓 Robot Taxi 服務點樣高速擴張，點知佢自己公司張圖就出賣咗佢，證明增長其實已經完全停滯。呢單嘢係咁嘅 ，Tesla 喺最新嘅季度報告入面，用一條累積咗超過240萬英里嘅付費 Robot Taxi 里程曲線嚟扮勁，話俾股東聽業務點樣起飛。但只要你將條曲線拆反開逐個季度睇，就會發現個真相。今年第二季度只係增加咗大約90萬英里，同第一季度嘅增長一模一樣，即係零增長。呢啲公關手法就好似你同阿媽講你儲錢好叻，但其實你只係將每個月嘅零用錢擺入同一個錢罌，從來冇增加過儲蓄額一樣咁低裝。佢哋想用累積數字嘅視覺效果去掩蓋季度增長嘅死值。講真，連自己嘅增長數據都冇辦法美化，要靠玩呢啲統計學上嘅視覺魔術，仲夠膽話自己係科技領導者？呢啲咪就係典型嘅講就天下無敵，做就有心冇力。對於識睇數據嘅人嚟講，呢個唔係增長，係一個完美嘅停滯示範。想用累積圖呃水魚？班股東同分析師唔係傻噶。呢集嘅分析就講到呢度。想睇更多深入嘅專題報道，訂閱與否隨你，但我哋嘅更新係最硬核嘅。下集見。